居然可以用3蚊就買百葉卡包。又一day啊！三個字戰略版終於迎來5週年啦，咁就推出咗一系列嘅活動啦，同埋獎賞嘅。當中咧有唔少都係每日簽到啦，又或者係完成一啲任務啦，咁就去賺取金珠嘅。我相信呢啲活動啊，大家都唔陌生㗎，咁所以我都唔會喺呢度多作介紹嘅。而另外啊，限定卡包返場啦、雙倍儲值啦，同埋招賢獻禮活動啊，都係老時常出現㗎啦。關於招賢獻禮服務就簡單啲嚟講，就係當你喺返場卡包度抽夠某個數目啦，就會獲得相對應嘅獎品嘅。而相信比較多人期待嘅就係呢一個許攸嘅限定造型啊！相信有玩皇馬槍嘅你就一定唔會錯過㗎啦。咁但係有一點注意嘅就係呢個限定造型係唔會增加10點㗎，而冇皇馬槍嘅你啊，亦都唔需要灰心啊！官方特登賣大包俾你，用3蚊就可以買到呢個10抽嘅百葉卡包，而且第一抽仲係免費啊，即係慳咗398嘅金珠啊！可以稱得上為3蚊買398嘅金珠，再加額外9抽嘅百葉卡包。但係嗰9抽咧就需要用金珠抽嘅，而實際價格就可以參考翻上面呢個圖表啊。而最後啦，由於下一季就係定軍山嘅劇本啦，咁所以下一季嘅賽季卡包咧就會有所調整嘅。根據陸服嘅資訊啊，下一季嘅賽季卡包有好大機會係會咁嘅樣嘅。咁所以呢一個卡包3咧就非常之值得抽啦。佢既有富貴期啦，亦都有皇馬槍。咁所以如果冇皇馬槍又或者係富貴期嘅朋友咧，亦都可以留金珠抽下一季嘅賽季卡包3嘅。咁最後呢度亦都擺上一個時間表俾大家參考，究竟啲活動係幾時開始咧？幾時完結嘅？咁今日條片就嚟到呢一度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拜。